大新闻千万字，逐工要和大家做伙来捌一日。咱新闻今日讲到1.25蒙拉减洗裤，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这一日，咱同齐来看到，这就是减过的减，读高音减第一条。台语字典解释减的意思是合并，解释做上时超过2款成分，或者是讲会当顾到2款行为，咱讲减。像讲你咧本质以外，兼任其他的职务，也就是兼职，有人讲是兼任。古早有人讲兼课、兼业、兼班，各方面拢兼顾会到，或者兼顾。若兼任的职务就是监管。带大家做伙来小解这2个词。头一个是兼顾，意思就是各方面拢照顾会到。第二个呢是一句俗谚语，咱讲校长兼讲经。字面的意思是讲校长都爱兼工友的工课，字句的意思是讲一个人兼几落项工课，或者是讲某一个单位的大细项代志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2个例夹做伙。比如讲阿明头一届开店做生意，凡事起头难，大细项代志拢是爱家己来，会当讲是校长兼顾经，嘛爱兼顾招呼人客，搁爱兼注意保护，实在无简单。今仔日小解这一日读做兼，提供予观众朋友来参考。